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曹欣。27秒，咱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5日节连假第一天，高公局预估今仔日到南的车上济，桃园机场估计今仔日有约6万人出境。防止中国渗透，陆委会要修法，公职人员包括基层若去中国、香港、澳门，拢爱全面管制。宣布禁止哈佛大学收外国学生，法官宣布延长禁令，阻止政策，让哈佛保持现状。观众朋友，今仔日是5日节连假第一天，高公局预估讲哦，今仔日到南的车会上济，袂少路段是塞车哦。也早起呢，国道3号到南，这个中寮崩坑车呢有4台车拢做伙，后壁的车是踏约7公里长，也嘛有袂少民众呢是要趁年假出国。也根据桃园机场公司估计哦，今仔日就有约6万人出境，建议旅客就要提早3点钟去报到。顺境湾引导旅客依次排队，早起7点外到去报到柜台排满大批旅客。桃机公司统计，连假第一日就有59391人出境。会担心要排很久，所以我不要到。提早多久？开会前3小时到。这别的已经大排长龙，排到这边来。刚看的时候有没有吓到？有，没有想到就是可以排这么长。桃机公司估算，为5月29到6月7日总共5日，5日连假收份期间，桃机总运量超过68.7万人次。建议旅客提早3点钟到机场，严格利用网络报到。另外，国道高速公路部分，接近中道、国际路南中立和靠中华顶海塞车路段，时速拢到40公里以下。今天南向的车潮还是比较多的，建议大家如果要使用西部国道的话呢，可以在中午12点以后再出发；如果要往东部使用国五的话，建议可以在下午5点以后再出发上国道。赶在连假进前，代替北回线东小清水溪桥、河前到中德路段，该起工程完工。进前因为工程停驶17例次，也加入连假收分。早起东部干线列车运行大部分正常，高铁早起也加开全自由座列车。此无商务车厢之外，其他车厢都是自由座车厢。要搭乘自由座旅客可以多加利用，谢谢。苏花路南部分，往华东路南车流，透早5点开始豆豆增加。公路局表示，平均时速拢应维持伫60公里左右，整体车流比有期较少。不过最近可能有中昼过后雷阵雨，提醒用路人若拄到雨势较大，塞车一定要细致。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来看澎湖中军甲望湾中间的海底水管，那像讲哦，因为台电的设海底电缆的时呢，去扣着来登去，也唱水团队呢是赶紧落水，抢修7点钟，避免离岛无水通用。下水去录影看状况，然后用皮尺去量距离，大概是距离多长，结果一量距离10米啊，距离10米，管材只有7米，根本接不起来啊。然后我就想个办法，就是把浮力带绑在绳块上，然后利用船的动力有没有？把绳块拉接近那个断的地方，拉接近大概剩1米。因为现场有3公尺深，船若大只会扩大，小只船无法度锁动水管片，也要接的新水管阁无够长。唱水团队变巧，利用水流配合小只船甲登起的管，两边扣好上瓦，顺利甲新管接起来。确认两边无问题了后，水枪放水测试有成功，离岛居民唔免惊无水通用。台中大理新林路二段这边哦，有一搭工地讲昨暗有电火条倒去，造成4边689户失电。也台电表示讲，因为工地咧施工，地基无在，电火条才会来倒去，电线落落来影响供电。也抢修到早起10点外，电价拢总恢复正常。那台中哦，台北北投基岩路嘛有电火条倒去，敢若是讲啊，因为这几天咧落雨，土木加水，地无够用，才会安尼死。也卖200户无电通用，台电嘛是赶紧派人去抢修。监视器翕到车辆来去的市区，这个工地边仔的电火条啊，雄雄倒去，电线落伫咧车路顶悬，车辆无法度过。而到暗头啊，台中大理新仁路2段这个工地边仔的电火条啊，雄雄倒去。台电暗时接到通报，赶紧派人去修理，第一时间造成689户失电，一直到30早起，附近也有43户无电通用。冰箱，还有我们电视也没办法看。对啊，现在打不开啊。
我们现在就没有电了，好像10几分钟前又被停电了。林先生讲，徛过铁门无电无法度开，只好先踮厝内。市府也赶紧调透地雷达，确认地面的卡敢有去互乌了了的情形。初步了解，哪像是这个工地施工无细腻，除了市府的开发，台电嘛会针对派去的设备对建商讨赔偿。为依建筑法68条规定罚18000，并为依施工计划书执行罚9000。针对这个建商，造成我们这个损害，不然我们跟他求偿。台北市北投区基岩路嘛有电火条啊倒去，倒去了后倒伫咧路中，嘛有影响到路树。消防随通知台电甲电切断。里长表示，可能是因为这几天拢咧落雨，造成土石拢松去。今天的倒塌，它造成了我们当地周边的住户啊，将近快200户停电这样子。气象方面，气象署指出，30除了南部、华东地区，也有中部山区会有局部落雨情形，其他的地区拢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后礼拜2，还有另外一批方面的到位。2号的时候，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所以带来暖湿不稳定的空气，因此呢，中南部地区下雨的机会是比较高。气象署表示，预计测试方面影响，各地拢有落雨的机会，其中西半部有局部大雨的机会，民众要加注意天气的变化。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止中国渗透，迄支手村未到咱台湾，陆委会要修法，讲这个公职人员，包括基层，若去中国、香港、澳门，拢爱全面管制。好，这就好基层人员真不满，因认为讲业务若唔是机密，都无应该互管制。为防堵中共渗透，总统赖清德3月中提出17项国安手段，陆委会建议修法。那公职人员包含基层人员，要去大陆港府，拢要全面达至管制范围。这些人接触不到国家的机密，该限的不限，两岸之间的和平是要促进交流来达成。他们要在所有的老百姓的脖子上套上一条绳子，要是我们也没办法。可以法条明确一些。既然出现部分反对的声音，国民党立委质疑修法有政治目的，激化空中保台。民进党立委是肯定修法方向，强调是为捍卫国安。公务人员应该要报备，这个绝对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而且这只是一个报备而已并不是禁止，也不是管制。所以就算是基层的公务人员，大家应该都要共同体谅。人民有自由权，那你要加任何的限制在上面，要思考符合比例原则啦。通讯软体这么发达，如果今天要出卖国家的机密，它不需要人到港澳啊。另外，清早军广告有中国身份证、定居证、居住证第一阶段，中央政府已经完成；第二阶段在进行地方政府甲国级公立学校，未来是不是扩大一般民众引起关注？我们并没有要对一般民众做清查但是如果一般民众受到检举，都会按照两岸条例处理，把你除去台湾的身份。另外，强调专案清查是针对军公告核心人员，后续还有定期查核。那这摆清查有具结无实在，未来被查到会负法律的责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美国 AI 晶片大厂辉达传出讲要伫中国上海成立研发中心。美国都有2个参议员认为讲，这牵涉国家安全、牵涉经济安全，要求林婚要说明清楚。美国 AI 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林婚5月访问台湾时阵，宣布全新的台湾总部了，但讲也将会伫咧中国上海设立全新的研发中心。NVIDIA probably $5 billion. It's an unfortunate loss. But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should compete for the Chinese market. 林婚8月便讲，美国的晶片管制和辉达损失正大，也若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辉达全新的上海研发中心，就是为了要应对美国出口管制措施。林婚也伫咧4月甲上海市长访正会晤讨论这项计划。不过，美国有2位参议员共同发出关切的信函，讲辉达的上海设施涉及正明显的国家甲经济安全议题，有必要爱详细审查，要求辉达爱提供计划完整视频甲说明。
这一次只是加强了在上海的研发中心的一个重视度而已。他要将辉达的晶片如何跟中国的系统业者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研发中心。专家讲，辉达在中国地区早就有据点，包括北京、上海、深圳，拢是研发中心。另外，亲像是香港、广州是有办公据点，是用伫咧做商业合作。不过相比较之下，台湾的总部除了研发以外，一个营运程度这块更加多功能。这个时候，它进行一个在高档的持股的调节，我觉得这也是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辉达就是会看坏。另外，根据辉达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所提交的文件，计划要伫咧2025年度卖600万股的辉达股票，价值超过8亿美金。这是不是跟辉达的发展有关系，也引起大家的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讲创意书房违法卖一寡未成年的书物影像也这个案，台中地检署去年是起诉6个人，其中一个姓陈的补习班老师涉嫌猥亵，佮偷袭30个查某学生甲查某同事。即马一审是甲这个补习班老师判刑12年。台中地检署侦办创意书房性影像网站，对大量的会员内面发现台北市姓陈的查甫人，伫做补教韩国小的代课老师的时阵，涉嫌骗收还未满14岁的少女，佮伫补习班的便所用塑胶管含香味喷罐装监控摄影机，偷袭30个高中小的查某学生和查某同事。台中地院29一审教儿童和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判伊12年。陈姓被告妨害性自主等案件，被告行为共计55罪，应执行有期徒刑12年。本案仍得上诉，全案尚未确定。姓陈的查某人伫偷袭影片了后，用电脑合成其他的人的性影像，透过通讯软体 Telegram 传给群组和创意书房的社群。人本基金会认为讲，即马请补习班老师和管理的制度有真大的疏失，业者敢若会看老师的良民证，应该建立儿童工作证的制度。现在补习班的部分呢，它只有良民证，它只有省良民证，所以我认为补习班的老师必须要有一个管理制度。好，例如我们现在所提出来的儿童工作证，通过国家的认定之后，他有资格从事儿少工作的人，他才可以应征到补习班。否则的话，现在的补习班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黑洞。台北市5月8通过公共场所防止监控摄影管理办法修正草案，公共场所的业者应该逐个月实施反监控摄影的政策。内向基金会是认为讲，硬体的规范和管理恐惊是对袂着科技的变化，应该先对教育来开始做，让全民了解防偷袭的知识。尊重个人隐私。这个数位的时代，隐私这件事情跟影像这件事情需要被尊重，且去清楚知道这个部分不能这么做的时候，然后有他的责任跟刑责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制止的效果才会出来。在去年11月案件起诉了后，姓陈的查甫人是一审台中地院而且羁押。事后，伊主流已经全部承认犯行，嘛含其中3个被害人和解赔偿，而且必须车用老爸老母含少岁查某囝2摆申请停止羁押，拢互法院驳回。一审红当判12年，专案阁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这边，高雄地检署甲一间食品公司生出来业者起诉，就是讲这个业者伫咧2022年4月时阵呢进一批猪排，这猪排卖无了，过期啊，竟然叫员工甲上万块猪排的日期甲概率继续卖，过期上久的已经2档，这猪排是已经互消费者食落腹肚底。卫生局警员去生鲜卖场稽查，业者提出现场的肉品，原来因捌进货一款猪排，后手煞收到通知有安全记录，全部回收退货。事后调查局随个赶去位于中华县的食品仓库，甲工作人员详细核对资料了后，将现场的货物一一查封查回去。业者红掠包被过期2年的猪排回收的库存，也够达到9020片的猪排。被告不甘损失，竟然指示该公司员工或利用外籍劳工，以去自由将原印制于商品上之生产日期及有效日期擦除后，重新印上不实日期。根据了解，是一名食品公司生产业者伫2022年4月7日18，向南部30年老牌肉品公司进货5860包，加1860包，超过2万片的猪排，伫2022年9月16过期了后无卖完，竟然叫员工该有效日期标签了后继续卖，佮陆续出货到台南、高雄、新北甲云林等地。一直到2024年10月，生产业者的上游进口商南部老牌肉品公司发现伊总
动报案，代志接别行。肉类的食品因为富含蛋白质所以一旦腐坏或者说保存不当的情况之下，当然会引起非常严重的一些病原体，像是李斯特菌或者是像沙门氏菌这类病菌的滋生，都会引起我们严重的败血症。本署检察官认为，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刑法诈欺取财、行使伪造私文书及商品虚伪标记等罪嫌，依法予以起诉。根据统计，已经有超过1万片过期1个月至2年的猪排，予民众食落肚。高雄地检署认为，线索业者情节重大，佫会危害人体健康，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等罪将伊起诉，佫且欢迎对线索业者判重刑2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观众朋友，明仔载就是5日节，台北人民市场早起是闹热滚滚哦。礼拜日买肉粽的人客是有够多，也肉粽大是请20个员工来到卡手。也因为这个肉粽热量是真悬，营养师就提醒讲哦，要食肉粽进前呢，咱会当先啉无糖的豆奶，也是讲这个牛奶来补充蛋白质。因为讲啉落呢会饱，粽就袂食伤济，也豆奶加牛奶嘛会做消化。5日节连假第一天，民众是赶紧来到人民市场买肉粽，就是为着要感受一下过节的气氛。现场的人潮是吵，这店家也派出20几个员工来斗3工，大家是无闲试炒。肉粽搭各种口味真侪款，北部粽、南部粽、客家粽、甜粽，各种拢总有。民众紧甲也买甲真欢喜，就算平均一粒去5块至10块，民众也是一袋炸当去处理。我个人是没什么感觉，而且现在人吃的少，所以没什么太大的影响。我买15粒，我拢要甲朋友分享诶。变啊，5日节就有人会种较介意南部粽，也是北部粽，也是倒一个热量较悬。营养师表示，这2种肉粽热量拢是差不多的，无啥物差别。5日节食粽上重要的是营养爱平均，建议食粽进前会当先啉一杯无糖的豆奶，也是牛奶，先补充够加的蛋白质。食肉粽的时阵一个重点就是一定爱会蛋白质的食物。我系建议讲糖分爱注意的人，建议讲你食肉粽进前先用一杯豆奶，还是讲用一杯牛奶，拢是 OK。上济一天食一粒是较拄啊好啦，更较好食的是适量就好了。另外，营养师也提起一粒肉粽等于是2碗白饭的热量，会当选较细粒的肉粽。重要的是爱选一寡较有纤维的青菜来配，亲像配冷仔菜、苦瓜、青花菜，拢是真好的选择。才会当欢喜食肉粽，享受过节，也会当食了健康无负担。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好，食粽嘛，讲粽，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的处长张主任甲网络红人美国阿勇用全台语翕一支影片哦，因来小解这个北部粽甲南部粽差伫咧倒位。我先食南部粽，好，来，我食。哇，你真是点食3碗公，南部粽真好食哦。我刚才在导游。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处长张主任甲网请美国阿勇，两人用台语你一句我一句，开讲的主题是上应节的南北粽大车饼。那食肉粽那配花，有时阵佫用热客花来互相烤洗，趣味的活动画面得到侪网友的娱乐。讲因两人真在地，真有台湾味。都民众讲，外国人的台语竟然讲甲这么好。讲了就认真，那比台湾人更加厉害。你本身敢会晓讲台语啊？小看尔。啊，你感觉你甲伊比起来？感觉伊较厉害哦。你好，食饱未？食饱。这日问马上就是一句亲切的台语，食饱未？张处长2年前来到高雄就任，为着要融入高雄的生活甲文化，伊唔那逐礼拜拢会甲老师学台语，嘛常常用台语去消解高雄的食食甲景点。伊的草地开口也影响到身躯边的同事。我刚才在导游，无得看，听不出大富贵，很多，还有不是手艺，也是比如说我还说啊。拍摄我有比狗时间，因为比狗郎说这样的真的很有意思。或者在市场的时候就开玩笑说：“哎呀，胸贵啊，王西潘呐，这都是开玩笑，但是跟人的关系更密切。处长因除了翕影片、食肉粽以外，也专工带队去参加5日节高雄市办的白龙船比赛。处长讲生笑讲，因的目标不是冠军，只要打败高雄市区队就好。记者柯家族柯昭雄高雄场报道。
也五二节唔干那食肉粽白龙船哦，古早人嘛讲五二节是五毒日。伫咧台南湾里这边呢，有一项超过1家子的传统，当地超风师啊会向青草仔地甲民众来结缘，内底呢有13味的这个草药啊，拢是照不做的指示落去配，要连续1礼拜要免费分予乡亲食平安啉体会。 10几项药材救乌糖，用大火落去行，庙方工作人员透早5点就开始无闲试试，主要就是咧顾这5顶青草仔茶。过程中嘛，甲人工落去拉，讲安尼青草仔芳贵才会出来。等2点钟，青草仔茶总算行好势，一天分5梯次，有些民众伫庙埕等要包顿去啉。这是台南湾里南岩超风市超过1架子的青草仔茶，29正式起购。啊，放假出除了出来摕，啊，除了食平安的。逐当都拢会晓食好，身体健康安尼啊。我最近迄病毒最严重，该欢乐喝时都来食的，来啉来排队这就对啊。系啊。啊，药头遐1点钟，药这遐1点钟，当中就反正就是2点钟。现在遮久啊？安尼控伊个青草唔知迄个味控解出来，迄个精华。 迄个精华控解出来啊，系啊。经过了解，这青草啊，拢是因专工去台东花莲厝的，嘛是照不做卖指示落去夹，拢总采2顿外顿来，先经过日头拍，再甲过煮，会有这个传统。主要因为早期医药费贵，真侪信徒无法度负担，就尾才演变做庙方兄青草啊结缘分予大家啉，故来形成地方文化。较早较济工啊，较早拢10外工，即嘛厝较少，拢8、9工尔。 阮拢一向伫端午节进前，嘿，就是迄个热甲冷的天气，哦啊，因为端午节是一个除百毒的迄个节日嘛。香菜草啊是原理限定的风俗，原理这个庄头内就有3间庙宇有这个例，这青草啊香传千里，嘛代表一份代代相传的好心意，拢是志工甲在地客家无私奉献，那超风师会连续1礼拜免费提供予大家啉。 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国际消息，南韩6月初3要举行总统大选，也5月29甲5月30日是提早投票，要予大选迄天哦，无法度登票的选民来投票，这投票率都有冲出来哦。头一日的投票率是我买20%，创下新高。一早起，首尔江南区的投票所外口就已经有真侪选民排队等咧要投票。这么经济摆政治动荡。 选民拢希望会当选出一位带国家行出黑暗的总统。이 사회 혼란을 좀 질서를 잡아줄 수 있는 그런 강력한 지도자를 원해서 투표를 했습니다. 차별 없는 사회가 될 수 있는 그런 사회가 되기를 바랍니다. 소망하고자 이제 사전 투표를 하러 왔습니다. 2天的提前投票29正式开始，全国总共有3568个投票站，开放民众伫咧拜四、拜五2天早起6点到暗时6点投票。南韩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第一天已经有869万外人投票，投票率19.58%，创提前投票实施以来同款时间的上悬纪录。 比顶一届2022年总统大选第一天投票率17.57%加真多。 반드시 투표에 참여하셔서 이 잘못된 결과를 빚어낸 내란 세력에 대해서 엄중하게 강력하게 심판해 주시기를 바랍니다. 만약 안 해버리면 전체 투표율이 낮아지기 때문에 상당히 문제가 있고 우리가 불리해지기 때문에 일단은 제가 먼저 투표를 한 겁니다. 南韩戒严之乱结束，前总统尹锡悦被弹劾下台。南韩的总统大选将会伫咧6月初3，也就是后礼拜2举行。29日提前投票第一天，被看作是保守派票选的大秋，投票率只个呢13.42%，庆尚北道也只个呢16.92%。因那进步派票选的河南地区，投票率是全国上悬，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加广州拢超过3成。 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译。呀，美国这边国际贸易法院甲联邦地方法院是裁定讲对顶关税违法。川普这边是随上诉，也联邦上诉法院表示讲，为了要让上诉的庭事落去进行，裁定暂停合级法院的命令。意思就是讲，川普上诉的期间，关税政策会当暂时恢复。 川普的对顶关税政策，一天内连续伫咧国际贸易法院甲联邦地方法院诉，29伫咧华盛顿地区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摕到暂时终止下级法院命令的裁定。
另外是伫上诉期间，关系正职会当暂时恢复。因而发现后一遍的听证是定6月初5。北京的小小贸易顾问纳瓦罗，甲等伫咧北京外口的媒体讲，贸易谈判一个继续伫咧进行，伊强调关系司法战会拍到底。纳瓦罗也讲，这2个案件拢有政治动机，欠缺合法性。向贸易法院提告的12个州拢是民主党执政，向地方法院提告的2个小企业主拢是伫咧陪中国制造本属的玩具商。Look, the tariffs remain in place. The court told us, they didn't all but tell us, they told us go do it another way. So you can assume that even if we lose, we will do it another way.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伫福斯新闻的专访内面讲，上诉法院的暂缓令是川普的一段胜利，也讲有3件贸易协定已经讲好势，就等川普做最后决定。Last week, at the end of the week, 3 that we're basically ready for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I don't know if people have had that conversation with him yet, but yes, there are many deals coming, and there were 3 that are basically look like they're done. 国际金融市场对川普关系司法战失败反应正热烈，亚洲加美国股市收盘行悬，欧洲股市收盘是小盘。伦敦的研究机构资本经济指出，案件上尾可能会拍到联邦最高法院，不过关系贸易战是未安尼就结束。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哈佛呢，伫咧5月2号办毕业典礼，同一个时间，哈佛甲川普政府针对听招国际学生的听证会嘛来进行哦。即马川普是讲，无要随撤销哈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会改行行政诉讼，互哈佛30天来提出说明。也法官是宣布延长禁令，阻止川普的政策，互哈佛保持现状。伫毕业典礼致辞的时阵，哈佛大学校长贾博得到1分钟的掌声。Welcome guests from down the street,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And welcome members of the class of 2025. 当伊提起北京组织哈佛招国际学生学校所做的法律反击的时阵，搁再得到掌声。贾博阁讲，毕业生是为街头巷尾、全国甲世界各地来，这是伊应该做的代志。中国籍毕业生发表演讲，感性的呼应哈佛应该坚守多元化甲国际化。Those who think differently, vote differently, or pray differently, whether they are across the ocean or sitting right next to us, are not just wrong. We mistakenly see them as evil.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伫川普政府下令停招国际生，设定各种补助甲合约的压力，哈佛大学29举行毕业典礼。美国国土安全部是要求哈佛要伫30天内提交书面反驳资料。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伊伫社群平台批评哈佛无重视美国人民乱用纳税人资源，并认为哈佛必须改变作风。不过，美国波士顿联邦法官是伫29宣布，会延长对川普政府撤销哈佛招国际生的临时限制令。这项裁定，让哈佛会当伫诉讼期间继续招国际学生囡仔甲学者，避免对学生的签证甲学业造成立刻的冲击。有哈佛大学的校友认为，那所学校会当较早站出来，代志无定着未发展到这个坎站。They're protesting Zionism and they're protesting genocide of children, essentially. They're not saying we hate Jews and so on, which is like what I said. I witnessed personally walking through those encampments on Passover Seder, Jews and Muslims celebrating together. 哈佛大学发言人表示，法官的裁定，让学校会当持续保障国际学生甲学者的权益，强调因是哈佛学术使命重要的成员。来做撤销招国际学生的资格，到尾啊是一定爱做，安尼外籍生必须转到其他学校，安尼无法度伫美国居留。目前国际学生差不多占哈佛学生囡仔总数的27%，影响的层面不可看。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回看转来到咱台湾，家人的这个中山高中旧年营养午餐出现注射重的尖头，最后是家长真不满，也市府的定驻地条例来加强管理。也今年呢4月、5月，包括中山高中在内的2间学校，中道等呢又搁出现问题。当市府是发动稽查，要求厂商爱定金。
看一下食材敢有掺到杂物，不时询问人员食材处理的情形，一点嘛无凊彩，因为家人的学校营养午餐小连续出现有杂物的情形。因为供应家人15间学校营养午餐的厂商，3间伫台北市，1间伫新北市，家人市政府联合双北启动跨县市稽查，要查清楚厂商敢有缺失。那鉴于我们现在夏天感觉重体异物的频率增加，那今天开始又在跟跨县市一起合作到场进行查厂。那如果在餐食的厂房有相关的缺失情形，也会由当地的卫生主管机关进行裁罚。去年底，家人的中山高中营养午餐出现一支2公分长的尖柜，引起家长的议论。家人市政府因为安尼定营养午餐自治条例加强管理，议员发现，包括中山高中在内的2间学校，营养午餐伫4月到5月，各小连续出现杂物，包括面内底有石头，也有猪肉顶管有动物的毛，卵内底有虫，甚至佫出现几只家蛇，要求市政府一定要严格管控。特别要求市府，除了要针对上游厂商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置以外，尤其针对于提供团膳的厂商，它本来就有相关的一个义务要进行食材的一个清理。追你团膳，希望你团上去抓源头，自己去负责。问题是你源头没有把关到的时候，那当然还是一样层出不穷的问题出现呐。家长团体认为，学校的营养午餐关系到学生囡仔的健康和安全，袂当凊彩，建议加强稽查，督促厂商爱改善。对这代志，嘉南市政府是讲，未来一定每个月无定期联合查察，希望厂商爱注意备餐的卫生。记者综合报道。台这边动保处伫大溪抓到讲有业者违法拖狗仔，现场呢是查到26只品种狗，已经先将所有狗仔扣起来，也依法业者相当时会当罚款300万。两脚大火规道藏伫草坡仔内，竟然是非法狗仔的繁殖场。地点就伫通知大溪区空中路的巷仔内。最近是因为狗仔一直未去互民众检举，动保处去稽查，查到货柜内有26只品种狗，有贵宾犬、约克夏、马尔济斯等，已经先带回安置，还阁无看嫌疑人，会持续追查。会进行这个土地地籍的一个调阅。把地主查询出来，然后去进行后续事主的一个追查。互人查到这个大溪非法狗仔的繁殖场，现场的环境真臭，狗仔的屎尿真久无人清，阁有真侪只狗仔的狗毛拍死角，指甲身过长，也阁有疾病的状况。另外，也阁有狗仔的声大，互人亵渎，真无人道。这26只狗有非必要的一些处理行为，像是说怕就是被别人发现，所以全部的狗都有做切声带的处理。有一些狗是已经完全没有声音，然后有一些狗是勉强可以发出。专案牵涉不当饲养狗仔非法经营繁殖、买卖狗仔的代志。动保处表示，后续调查若是事实，会依照《动物保护法》第25之2条的规定，处10万以上300万以下罚款，并没收所有的狗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讲，婚林伫咧市有150万只，是全国上济的哦，一档的产值有250亿。也即马，咱台湾和国际认定讲是第一只非疫区了后，中央要甲地方合作，要互婚林的猪肉产业愈有竞争力，销去国际市场愈顺势。正常水讲，工作人员无因设定自动清洗机，未来靠着这台清洗机，就会当完成低调清洗工作。会当大幅减少人力和薪水，出水量也可以达到那个省水的目的，然后会帮助农民，就是在人力的部分可以减少他长时间在畜舍里面。要去推广给所有的民众跟所有的养猪业者知道，我们已经在进步，我们也在努力，尤其是对于环保、对于社会责任、对于我们这些畜舍的一个提升。婚林县市猪投诉150万只，全国上济，今年的产值有250亿。为了协助猪农农业体升级，嘛有民众更加了解产业转变。婚林市猪读册会邀集超过50间的畜牧相关企业，包括疫苗设备自动化系统等，希望县内畜牧业者朝向更加智慧化、永续化发展，来因应现在低温非疫区受情后，会当迈向国际市场。
养猪的环境完全透过 AI 智慧。那现在不只是高床式，甚至是密闭式、水帘式，那包括自动的这个投料、自动的清洗，包括抽风设备。我想云林县政府跟中央共同的配合，最重要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养猪的这个环境都不断能够提升。是因为一开始前一年大家观望的心态，那第二年开始尝试，后续发现确实是有蛮不错的效果。但是因为我们台湾老旧猪舍相当还是多啦，所以就是说大家有想法，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再延长这？官方表示，这几月来，政府配合中央推动市地场的升级转型，由110年到113年到22亿的补助经费，台做县内超过500场的地条完成升级改建，嘛希望中央会当延续补助，继续强化产业竞争力和永续经营。国视新闻王雄为您报道。也代替6月23开始要来起车钱，台东到台北坐自强的，就要936块，算来回的票价是起300过6块。虽然讲代替提出 App 会员点数有优待，不过华东地区的民众是认为讲无够诚意，也台东县府讲会考虑带民众去台北抗议。陆客注意时间表确认火车发车时间，华东地区的连外交通。大部分靠铁路运输，按过代替要伫6月23起票价，以台东到台北票价，自强区即马是783块，基隆区是604块，去了后自强区就爱936块，基隆区也到772块，乃至自强区来回起306块。虽然代替宣布有同步优惠方案，采取会员送点数，延扣90块，按过民众是真无感觉。何必再透过 APP 呢 ？APP 老人家根本不会使用。一个月如果说要北上个2次，或一个月要回去个4次，这样都要1000出。苏花这一段就是补助的铁路维护上，我希望政府这边能够多一点的相关措施。民众承认，代替起票价对通勤的上班族学生来讲是一笔真大的开销。台东县政府也批评，透过网络 App 订票，要到现场排队换票。订票还佫限制只有1张，免为亲人囡仔订票，对老人无优先，是真无便民。我们东部的长辈们，大家要买车票，还必须去排队，这怎么会是相对的优惠呢？如果台铁公司没有办法提出可行的方案，我们不排除带着抗议的民众到北上表达我们的不满。国民党台东县立委黄建斌在面册批评，代替优惠方案凊凊彩彩，服务爱增加，用华东基金来执行扩大折扣。台东县政府表示，代替应该先提出北回、南回铁路改善方案，让华东居民有安全回去的路。再过来讲起价，也无排除带民众上北抗议表达诉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嘉义县卫生局接到通报，讲警察抓到民雄东湖地下仓库内底有藏电子烟的机仔、烟油种种零件，也这价值是超过5000万，会依法罚20万。卫生局讲电子烟即马已经正式管制制造、输入、提起卖，也是讲使用，拢是违法。也即边查到的电子烟主机有13000支，烟油7万盒，空粉弹6箱，电子烟的零件有33箱，也有的包装甚至讲佫真古锥，哪像讲是为着要吸引少年人来买，也才会成分来源不明，会严重危害民众健康。观众朋友，你敢有用平台来叫外送？即马Uber Eats公告讲，对今日开始调整会员方案，要甲免收外送费的标准提悬，减少服务费的优待，也外送时间若去签到，本地有的即个补偿机制呢要来取消，也这个变动呢是互消费者真不满哦。台北法务局就讲，业者这边呢是同意甲春节的期间延到6月底，消费者若是无同意新的方案，要把握时间进去退钱。现代人生活较无闲，有一寡人要食物件时阵，拢会叫外送较省时间。不过Uber Eats的公告，自5月30开始，将会调整Uber One会员的订阅方案，包括新鲜集会加其他非餐点免外送费的条件，自原本的299块调降到399。调降服务费抵扣的优惠，也有取消延前补偿的机制。很无奈。因
因为自己平常在订就突然被调高，会很不习惯这样。会觉得福利受损，所以就会有些人就会想退。对，应该要按照他原本的契约走。如果跟原本的权益不一样的话，一定会多比较。根据服务局统计，Uber Eats公告到即马已经受理6件消费者的申诉，包括 App 系统有缘回复民众 Uber One 会员方案，领订阅制已经超过7天的退款期限，无法度协助退款。一个向 App 客户反映讲要退款，却一直拢无得到回应这款问题。服务局认为，这项变动已经影响年订阅制消费者原契约的应该享受的权益，违反诚信原则，要求延长退款的缓冲期，来确保消费者的权益。北市府已要求业者延长退款缓冲期，让消费者可以依照原契约使用到订阅期满，研议补偿的措施，并强化通知义务。提醒消费者，若不同意新方案，其把握缓冲期在6月30日前申请终止，以维护自身权益。在协调了，业者同意将退费缓冲期延到6月底。消费者若是无同意新的方案，拢应该把握时间赶紧退钱。Uber 是回应讲，已经再一遍通知所有会员相关的权益，对于发布局的意见，内部正伫咧积极的建议，也希望有机会会让进一步加持续讨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劳动部发布2024年薪水的调查结果，旅宿业是上届欠卡手，也毋过呢，这个公务员的薪水算落来，去年平均一个月煞干那3万941块，是比前年加无700块哦。也月级上济的是航空驾驶员，一个月也超过32万。整理房间无用气气，愈开一体房，公务员都无用整理，工作无轻松。不过，劳动部发布2024年无同款职业类别薪水调查统计结果，亲像欠人严重的旅宿业，无分旅宿类型，公务员的平均薪水，去年一个月薪水是3万，比去年同期的薪水只加无到700。而且旅宿一缺的平均薪水无到3万，薪水3万以下就占4成，3万2以上的无到2成。房务员的起薪平均薪资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调查其实是讲不分这些不同类型的房务员的平均薪资，就没有办法看出不同形态的房务员的差别。工作1年来讲的话，看他的工作表现，那我们通常会在年底或是在下一个年初。看你的工作表现，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调薪的一个幅度。另外，这摆调查显示，上悬薪水的职业是航空驾驶员，一个月薪水超过32万；第二是精算师，21万2；第3名是医师，要18万。上加薪水的职业是洗衫、熨衫的工人，一个月薪水无到3万。其实这个工作，他必须要冷静沉着，而且要判断力很强，而且不容许犯错。他必须要经过层层的飞行训练，身体的体检，相对的想要圆梦的人多，但是真正能够成为飞行员的人比较少。劳动部表示，无同款职类的薪水分布，会因为行业特性、样态不同有差别。亲像短小产品业的薪水差距较细，不过亲像运输、仓储、通信等业差别是较大。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关心体育的好消息，双北世总运，咱台湾听众选手展现实力哦，捌伫咧听众奥运倒球夺下金牌的杨英宗、郭岳东，打后伫咧世总运倒球男子上打摕到金牌，也毋赖因，佮有几名的听众奥运的选手拢有真好的表现，咱做来看。曾永迪甲其他的选手排几排，等下要起跑。计时开始，随冲出去，哪看地图，哪向前走，速度更加连记者拢强要得袂着。冰上越野是一项融合着体能加头壳的运动，选手才靠地图加指北针，照顺序通过所有检查点，才能顺利到终点，是时间加方向感的竞赛。我就为了那个日本金刚奥运做体检准备的训练。所以跟那个世界壮年运动会的选手，然后来竞争，看我哪里有哪些地方不足，所以来检讨。就要代表台湾参加11届东京听力障碍奥运的曾永迪，用这边世总运调整状态，短距离摕银牌，中距离摕铜牌，唔拿摕牌，也互家己增加真侪信心。
刚我也是听力障碍选手的郭家碧，也伫定向越野摕好成绩。伊捌伫咧2009年台北听力障碍奥运摕金牌，今年参加西装军，搁伫咧低距离项目摕到金牌。我4月26日因为打篮球左膝韧带断裂，我休息了1个月都没有练习。随着比赛日期的接近，就赶紧练习，然后来看看比赛表现如何。伊以前是练电竞，毋但伫定向越野摕到好成绩，也伫咧研究项目摕金牌、铁饼摕银牌，展现强大爆发力加全方位的实力。自听力障碍奥运转战到世壮运，这群选手用坚持加实力证明，无论舞台安怎变化，因的热情加斗志是永远拢袂改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亚新来排球这个项目的比赛哦，台师大校友前国家队成员组成的队伍呢是夺下金牌。因讲哦，会当搁甲劳动儿做伙拍球，实在真欢喜。场边无耳啊，也无二楼的观众席，自头到尾拢爱徛来看，也毋过无人画忝。因为穿蓝衫的韩星运动，内面有包括如日本的选手陈建真、前国家队男子排球的队员张建邦、吴明俊加邓如谦。我自己是也有一点点就是吓到，因为真的蛮多人，尤其礼拜天可能假日，那今天在下雨，然后其实也是站满了很多人这样。韩星运动报名时阵是参加男子30+，因为伤少队，大会当作就败，甲队也无做40+这类比赛，决赛对着 Attack Line 就是40+，队员拢是来自高中排球强队华侨高中的校友，即马大部分拢伫咧基层或者是企业做教练。实力甲年纪拢有差，韩星运动25比10、25比23，连续赢2局赢球，摕到金牌。而这个赖训练师依然摕到竞赛40+金牌。里面很多选手都是以前我在美军都带过的学生，所以现在能跟他们一起同台打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因为他们的战场是这么的严峻，不是说我们教练讲一讲他们就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更可以体会到选手们的辛苦。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学长他们一起打球，不管是我们自己又在相聚，或者说跟很多的大学长又在球场上见面，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去日本要甲12，但建真讲会当甲同学国见面做伙拍球，也有加诚侪学长学弟伫咧球场见面，这种机会真罕。2年了，世壮运要伫咧日本举行，大家有伫咧讨论是毋是要去。要若真正就会成，出来人拢要做伙去，爱开诚济，可能2年了，找看敢有单位会当赞助，互大家做伙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已经过身的国宝级歌戏艺术诞生，以后一世人奉献予歌戏，注心古册戏的演出甲传承，也为着要记录诞生伊的人生故事，也有伊演出的形影。传统艺术中心呢，对2023年就开始拍纪录片，今嘛已经完成，也未来这个纪录片的影片呢，会放去网络，要互愈侪人看到。纪录片当中的歌戏国宝艺术诞生，伫2024年逝世，才到92岁。诞生以总修生出名，一生拢奉献予歌戏，真注重古老戏的演出和传承。伊的拿手戏包括《无限杀车》《三百英台》等等。为着要记录伊的歌戏人生，传统艺术中心自2023年开始规划诞生的纪录片，到今年总算完成。希望让大家更认识、更回顾陈老师的一生，而且也更了解歌仔戏在一路上，他在每一个歌仔戏的转变期的这些过程当中，陈老师他所占的关键位置。纪录片内底收录真侪诞生早期珍贵的影片和录像片，甚至也亲身重现带家出3种出世的唱念和脚步手路。纪录片透过专访回顾诞生的一生，嘛对后生艺生啊，有合作过艺人等等不同角度来看诞生对歌戏的热情和挂念。我回过头来看，我妈妈真的是，我真的很佩服她。佩服她的原因就是她从一个剧团的业务、演出者、管理者，再加上财务，几乎都是一个人全包。就自强阿嬷，但是伊教的时是为什么就怕？伊买带个本，
啊，不过老师教的时阵就是讲，甲别个老师教的无关系，讲别个老师拢是爱看剧本，但是邓老师是免看剧本的，伊的剧本是拢记咧伊的，就是讲咱讲的北来。传统艺术中心表示，为着要甲艺术的形影保留落来，因这几年拢拍拼伫规划以艺术为主角的生命史影像。即届上遗憾的，就是袂赴伫咧诞生艺术在生的时，互伊看到纪录片的完成。不过未来影片拍算会放伫咧网络顶，甲遮的珍贵影像，互愈侪人看到。记者卢尚祖、谢桂林台北报道。好，也为着要互目暗的人嘛会当感受世界的名画，英国都有一个目睭无看的钢琴家，最专业的音乐人士为世界的名画编曲哦，就是要互目暗的人嘛会当用听的来欣赏这的艺术品。英国时装钢琴兼作曲家戈德因为音颁布病变，受到损伤，伊用这叫做故作之声的音乐想法，是因为家己伫欣赏画时阵无法度看甲正清楚。When I go to art museums, I can get a broad sense of what a painting looks like, but I don't see a huge amount of detail. I struggle quite a lot. 戈德随英国 BBC 下海音乐创作团队、新广播音乐工作室合作，佮结合杜比音效传调技术，透过音乐甲特效、视觉影感觉的艺术元素，制作用听的名画，亲像达芬奇的作品《蒙娜丽莎》。不过，戈德感觉受感觉的是莫内印象派为水莲花。We thought it would be fun to use the notes and then turn them all into water drops, but retain the pitch of them. 柔和梦幻的琴声配合水波音律，要彰显印象派为平静甲柔美。另外，孟克的作品《大画》是透过电动琴声营造焦虑的气氛。I made all the elements constantly wave back and forward, so everything felt unstable and wobbly and like curved like the paint did. And it's really amazing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in dialogue with this incredible iconic piece of work. 用全新角度欣赏和理解100回，对于所有人来讲，拢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个活动收集也全部颁布英国皇家钢琴协会。And once people experience this and kind of build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means, I think it will fuel interest and excitement in. 透过传谣音效科技，人亲像被包围伫一个无形的3D 音场当中，人甲艺术品之间亲像加一个新的连接。公视新闻红如梅朋友。观众朋友，下半晡的天气啥款？咱做来看个关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低温23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26度至31度；南部这边28度至32度；东部地区23度至27度。外岛地区22度至28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闻，我是曹欣，下礼拜一同这个时间咱再会。